情书，你看那就心下那小生不劝的孙女妹，因为我对你特别劝的米多，你别说说吧。我是老人，让我呢当在穷啊，公儿这些啦，兄弟怎么呢？让给公儿的可对钱，我就不要，我要过面的比这钱，他的让是呢，你在呀，学着把用呀钱着呢，让顶着当在土了啊，让你嘛，咱们顶着靠不住呢，他的让当在顶着有呗。我连항상不是的，看到让给俺若不起的是哎，让朋友不能行，俺朋友还顾没得，俺堂子啦又还顾没得让给啊，就不说，让也许我现在，这不我，俺让给的人都，我这吃的人朋友吃了蛮多，你说我蛮吃过，就不说，俺朋友蛮我蛮吃过，就不说，这把的，这个蛮多。就不说听这把的，什么呀？这不说，说吧，现在给你看视频了吧？说明白有戏。那你说吧，讲。那没得没有，你说吧讲的，这讲讲，你谁可用的？哎呀，但是你眼睛都设计的呀都。就我嘛用谁你可用？你这信息哪个呢？加一次，谁可用？钱的声音，那是想看屁股虚的你。呀，我也。听来，说我们笑死嘞，现在这两个勇气，也不知道那输赢。那是。我还认识。哦。前两天都弄这事情。哦。那钱呢？吃两个。我看看你吧。吃两个，没有来不及，吃两个看你那边。看那个了，你看的节目我用不到。吃两个，你嘛农村打工的这些那人，他都不看在当有没得听我中哎。钱嘛送。但是他的亲密点嘛，吃了你们打工的下班了，我就在说，别差别你这菜我嘛听不起，我们哑巴训就是那个看着人。你看着这个。吃两个，另一两个听着难听个名都个，没有看到那个意境啊，那么才骗你那些。你每次你看的意思我的，他前面你两个都不听着，是我呀，是不是的？你行嘛的吧，就没这就大声了姐。哎，当俺叫过来叫你，当俺唱嘛俺说过来打。你看呢，今年的那俺要就，可以就要我拉哟，俺打找过来，呀当俺找呀，唱嘛俺找呀，就今年要不俺晓得俺。你不得当俺叫不过来，俺就看马浪的，打今年俺多不多？我吃的一个，剩下的两没钱，刚才看着有没听下去听嘛的，俺来泡沫汤子来要的，俺听上的钱多，俺听到你的那边，朝我这个的，马桶被亏钱都不得这样子的，听两个老准给学就别起的呀，看两个多，看你没钱了，那你啥他妈的吃手机，听两，俺俩没吃，俺俩没吃。那咋的？那看见你是谁？